上回我们说到，大梁叛军落王攻下了韩水，但是萧策虽然御驾亲征，却迟迟不敢应战，让不少人都认为这个玩世不恭的皇帝要丢江山了。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萧策真有那么不堪吗？我们话接上回，萧策一直在大营中龟缩了整整7天的时间。这7天之中，无论对方如何的较真，萧策也都只是吩咐他们应付一下就好，不必去跟对方较真。而那些将士们也不明白萧策这是何用意，却不敢违背皇命，只能照做。但一直不敢应战，也让下面的将士们士气萎靡。不过就在第7日当晚，萧策端着一碗酒走出了中军大帐，对着在场的将士们敬了一碗酒，然后说出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语。一瞬间，将士们一扫之前的颓气，开始整顿大军齐齐而出。在一处名叫胡林园的地方，跟落王的大军展开了惨烈的激战。2个大军整整奋战了1日1夜，谁也没有任何的退缩，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皇权的争夺战，胜利的一方必然会锦衣玉食，有着锦绣的前程，但失败的一方必死无疑。无论是萧策还是落王都不敢怠慢，而经过了整整3日的激战后，双方兵力损耗的都差不太多。就在这个战役的关键时刻，之前背叛萧策投靠到落王帐下徐肃突然率领人马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一幕的出现让落王的将士们开始振臂欢呼了起来，似乎胜利已经向着他们这一方倾斜了。只是下一秒，还没等他们笑声消失，徐肃就带着大军挥舞着弯刀进攻落王后方的军队。直到这一刻，落王才意识到徐肃投诚是假，跟萧策里应外合才是真。3日的大战结束，楚乔猜测的并没有错，获胜者就是那位玩世不恭的萧策。在击败落王军队后，萧策立刻乘胜追击，将落王逼死在了韩水江畔，然后率领大梁军队一路追杀落王余党，足足杀掉了反叛大族300多家，里面女子充当为了官妓，男子但凡超过3.6处者一律斩杀。萧策这一次是将整个西南士族一夜之间连根拔尽了，让自己这大梁皇位做得更加稳固。并且萧策还做出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那就是班师回朝后，除了安排徐肃继续追剿叛党，那就是将这一次从西南士族缴获的物资分出一半救济那些在这次战乱中遭受迫害的百姓们，更是提出了减免西南地区5年税赋的圣旨。一时之间，萧策在大梁子民的眼中再也不是那个整日只会饮酒作乐的皇帝了，而是一个真真正正为子民谋福利的掌权者。姐姐，你说那萧策是怎么做到的？此时在前往大梁京都的路上，几个小孩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楚乔。一路上他们只听说萧策率领的军队避而不战，但之后却又听到了萧策用了7天的时间就彻底解决掉了落王叛乱。属实上他们想不到是用的什么方法，这个你们又用不到。楚乔笑着摸了摸一旁晶晶的头发，不过看着几个孩子渴求的目光，楚乔还是告诉了他们萧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萧策让徐肃假意投降，为了让落王相信徐肃是真的叛变了，直接将枢纽之地韩水让给了落王，从而最后来这釜底抽薪的一招。虽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敌将投降本就是不可轻信的，更何况那个落王手中还没有徐肃的把柄，让徐肃如何听命于他呢？萧策这一手也算是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这才是真正的萧策。平日里嬉皮笑脸，却又能什么事情都看得特别透彻。楚乔回到大梁，跟老友正式告别。多年的苦难成功熬过，经历了寒冬，楚乔也该迎来自己新的生活了。在楚乔回到大梁京都后，萧策其实还在路上，毕竟大队人马总会比他们慢一些。加上萧策回京后处理各种杂事，楚乔也只能一直待在宫殿中，等待他处理完。我没想到你如今是越来越有皇帝的样子了。难得今日萧策刚处理了安抚阵亡将士家属的事情，便将楚乔叫来喝会茶，2句话没说，2人又开始斗嘴了。我什么时候不像个皇帝了？说吧，这次回来是钱花完了吗？萧策微微一笑，他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件事还让楚乔专门跑回来一趟，那也太小看他了吧。不过此时楚乔却并没有继续说话，而是安静地看着萧策。不是，乔乔，你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云文月？我给你报仇！看着楚乔直愣愣的目光，萧策顿时感觉有一些不太自在，连忙岔开了话题。你没事就好。许久后，楚乔才缓缓地说道，这也让萧策松了口气。
聊了整整一下午后，萧策也知道楚乔这次回来会住上一段的时间，因为他们所征战的西南地区，包括学府城，他那个旅馆怕是也保不住了。而且自己又答应了宇文悦要去青海，信中宇文悦说让他安静地等着自己去接他。想来想去，楚乔还是觉得大梁皇宫相对好一些，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萧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大梁皇宫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一辈子不走的也可以。但最终迎来的还是楚乔一个白眼。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萧策便没有了太多的时间去看望楚乔了，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国事要去处理。虽然叛军的消息消耗了大梁的一些军力，反而国库开始充盈了起来。在萧策的领导下，逐渐的蒸蒸日上。萧策也好像转变了性子，就连后宫的歌舞也很少没有听闻过了。无聊之下，楚乔就开始给宇文悦写信，一直持续到了腊月27。这一天，萧策借着新年新气象，大宴百工，一扫之前的大战后颓然的气氛，让整个大梁皇宫又开始热闹了起来。楚乔虽然也被邀请赴宴了，但他却不喜欢那种场合，带着梅香安静地留在密合居中。只是楚乔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夜密合居也成为了皇宫中的一个焦点。在经过了通报之后，一共20辆马车停到了密合居门前，里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楠木箱子200多个，打开后里面都是各种的翡翠、珍珠、绸缎等东西，不乏有一些价格堪比黄金的珍贵药材，甚至还有几项宫女太监们不知道的土特产。这些都是宇文悦给楚乔寄过来的，两人互通信件的时候就已经表示过。随之一同前来的便是宇文悦的信件，内容大致跟以前一样，同楚乔说一下他那边的天气如何，经济发展如何，未来该如何推进。不过每次在信件的最后面都会提醒一句：注意门户，睡前小心门窗，严防小人。这句话虽然宇文悦没有点名是谁，楚乔每次看到都会笑上一笑。有一次，萧策不小心看到两人的信，直接跳起来打骂宇文悦才是个小人，不由得让楚乔感觉自己选择等着他似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接下来的几日，楚乔便去见了一下那些秀丽军的将士们。在萧策的安排下，这些人都有了很好的归宿，有人依旧留在军营中，有人则是回家娶妻生子，一切似乎都向着很好的方向在发展。宇文悦信中所说，开春迎接楚乔去青海，让楚乔等待着他。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经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后，萧策便再度忙碌在了国事之上。因为大梁位置偏南，所以这里的冬日去得很快。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春了，但刚开春不久，皇宫中就传来了一个噩耗，那就是萧策的小儿子不幸感染了风寒而死，他的生母在3日后也一同离去。因为这件事让萧策直接大嘴不起，即便是楚乔都没能劝过来。而一日深夜中，楚乔正在安睡的时候，突然一个满身酒气的男子跑了过来，然后将头埋在了他的脖子之下。萧策，你又喝多了。楚乔此时微微起身，将萧策扶了起来。因为响动的缘故，萧策迷迷糊糊地清醒了过来，然后两人便直直地对视上去了。啊，是你啊！对不起，走错了，我是要去柔服殿的。说完，萧策便强撑着起身。而萧策离开后，楚乔发现床上留下一个扳指，正是萧策经常戴的那枚玉扳指，所以楚乔便立刻跑了出去，喊道：“小狐狸，你的扳指！”不过萧策头都没有回，便摆了摆手说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明日我再来取。”说完，向着柔服殿的方向前去了。无奈之下，楚乔只好将其收了起来，却不知为何心中会有一丝慌乱。很快就到了4更天的时候，一阵嘈杂而混乱的脚步声再度将楚乔吵醒。殿下遇刺了！在楚乔起身后，梅香便突然跑了过来，对楚乔说萧策遇刺的事情。在萧策留宿柔服殿的时候，一位年迈的老太监行刺，自称是洛王的恩人，得手后还没等侍卫们追问，便咬舌自尽了。远远地望着敬畏森严的柔服殿，楚乔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对。萧策身边护卫都是1等高手，仅凭借一个老太监，怎么能混入柔服殿刺杀得手？就算是只有萧策自己，以他的身手，也绝对不会被陌生人近身而毫无察觉。很快，萧策也派人来传话，让楚乔前去见他一面。很快，萧策就在侍卫的带领下，跟萧策的几位近臣一同走了进去。在看到萧策此时的面容后，楚乔完全呆住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萧策这个样子，眼窝处散发出了青黑色，嘴唇上几乎没有丝毫的血色，整个面相如同死人一般，让楚乔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下一步了。
吓死你们！就在楚乔不知所措的时候，萧策还是勉强的挤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来，用极其沙哑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没事了，没事了，慢慢养着。楚乔现在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能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原本想这几天亲自给你准备嫁妆，这下要便宜孙弟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贪污。萧策知道楚乔跟宇文玥去了青海，那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这嫁妆本就是要送过去的，省得到时候被宇文玥调侃一番。没事，我会看着他的，你先好好休息。楚乔现在只想要他先好好养身体，之后再说其他的事情。你能在这里陪我吗？萧策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这句话。楚乔连忙点头答应，会，我会一直在柔服店陪你，直到你好起来。好，那我先休息了。得到楚乔的答复后，萧策便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只是大梁皇室的风波真的就这么平息了吗？我们明天再聊。